吟第4站哈，来，咱预备来，咱踮世间虽有烦恼，实在免惊有主通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给撒听讲心当前。好在上帝言我无听，了了预备眼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22首。这首中南美洲的歌是真活泼的歌，所以咱来听琴段一遍下来。写出因爱关联的话，咱冲突那失败，咱心里甲马赛，伫主上帝这手拢有记载。来，第1站吼，预备，来，主上帝这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真爱关联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马赛，伫主上帝这手拢有记载。来，咱来献开第3节吼，第3节咱来读一个第3节的歌词，第3节的歌词啊，来预备来，主上帝这手伫咱中间攻击嫉妒、贪婪、怨恨，咱自私甲自利，咱骄傲甲不义，伫主上帝这手拢受攻击。来，第4站的歌词嘛，来读一遍吼。第4站的歌词来，主上帝这手伫咱中间扶持着得跋倒的人吼，着得跋倒的人，伊认得咱的名，对见效中得赦，伫主上帝这手，咱受扶持。所以咱有注意到无？这主上帝这手，毋是伫其他的所在哦，其实就是伫咱中间。所以要显明伫咱中间的快乐，愿上帝帮助扶持。咱来吟第6节的歌词吼，第6节，主预备来，主上帝这手，伫咱中间再见。再见，主有望人爱，愿世界正定人，人听起第3次，伫主上帝这手这做一体。愿上帝平安，上帝望甲祝福，就甲咱做伙伫地。请安静咱的心。请安静咱的心，咱要开始今仔日的聚会。
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你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恁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疼心。咱三甲来吟诗，诗第9首，万物三甲自极欢喜。会众请起立吟全首。再来，万物三甲自极欢喜，我路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演完起来，咱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上面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咱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公共教会，信道相通，做下辈，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请坐。咱来看K英文。
第61篇《以弗所书》第2章，我来刻，会将来印。恁才会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用家己的身躯拆毁，互伊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是要来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结连结结连。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并且掌管人类历史的全能的爸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借着基督的救赎，定死伫十字架，流出宝血，佮担当阮的罪过，互阮每一个有永生的愿望，佮赐互阮活命甲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快乐，佮是阮及时的帮赞。今日借着乌牧师的信息透放，用油抹伊的嘴，赐予伊属灵的智慧，佮有圣神的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谦卑、顺服、忍耐的功课，互阮公义的心被打破，甚至互你来过旧换新。伫即个时阵，恳求天父上帝临在阮的中间，引带阮。你的圣神伫即个时阵扶持帮助阮，互阮的心灵得到平安。也求你开阔阮属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透世上的万物，互阮不论是处伫什么情景，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愿你将王权坐大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为你的拯救，得到真实的平安甲福气，无搁沉沦伫拜偶像。求你赐福国家元首、政府官员，互因会当行公义、好怜悯，用谦卑的心甲你同行，赐予阮一个良善的社会甲环境，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着你旨意的，求你成全；若是出伫迄个歹的，求主你来主动看顾。愿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来看上帝的话，创世纪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迄时，天下的腔口甲语言拢共款。阴雨东平千煞的时，伫色拉地发现一片平原。就伫遐徛起，因互相参详讲：来，咱就来做砖仔烧好头。因就用砖仔代替石头，用担仔架代替花土。因佫讲：来，咱就来起城造塔，塔顶thông天，
互咱出名，才免得四散伫全地。上主落来，要看世间人起造的城甲塔。上主讲：看咧，因是共一个民族，讲像一个语言。但恁因已经开始做即个事，以后因要做的，拢袂当甲因阻挡。来，咱落来去，拍乱因的语言，互因的话袂相通。上主就互因对遐分散伫全地，因就停工，无去迄座城，所以迄个城叫做巴别，因为上主伫遐拍乱天下的语言，搁对遐互人分散伫全地。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献歌队拿录卡木。
正道请乌派族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建造。主来说，今天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是要礼拜开始进前，文明长老过来甲我问者讲，牧师，你的名安怎读？头拄有听到吼，乌派族是我的名台语的念的方法啦。所以，今日毋知啊，想讲啥，就是讲，吼，乌佩慈台语要读乌派族，吼。感谢上帝，阮这互咱会敢咱过一遍三家出去来敬拜上帝。我毋知影你手的温度是安怎，烧的野手，哦，真好，你自己的野手，好，无时间互恁互相分享温度到共款啦吼。今日会讲共款无共安尼吼，也毋过望伫咱三家主持的时阵，咱的心会当共款来主，只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赏赐大军典就伫阮的中间，主帮助阮伫今早起会当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心情做工开阮的心、阮的耳孔、阮的目睭，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伫你的面前，现就恳求祈祷，奉最后所祈祷圣主名求，阿门。伫创世纪，咱一直读到今日10章啊。我相信大家印象足深的第9章的所在，有记载上主用大水毁灭全世界了后，挪亚对大船出来，上帝就甲挪亚甲所有对大船出来的画面利用。然后第9章18节到29节有写起挪亚甲因的囝，然后来做来读一个第9章19节，请。这三个是挪亚的囝，因的后代分散去全世界，分散去全世界。然后第10章有详细来写，这三个囝的后代是啥物人？然后就描述规个世界的发展，逐个国家形成的过程。要毋过重点是啥？就是拢是对挪亚一个人出来的，所有人拢是同一个祖先，拢有共款的尊严，因为咱人是照上帝形象创造的吼。然后是属同一个世界。咱今日所读到的故事，就是对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出现进前最后一个古早时期的历史的记载。咱伫这中间，却有看见真侪混乱的状况。创世纪11章第1节，搁做来读请。迄时天下的乡口甲古建拢共款。伫苏美你敢听有？苏美，苏美爱读苏美吼，我感觉这语言有趣味吼。有一个历史的诗歌中间有一个真趣味的记载，写起啥？全世界所有人类拢用同款的语言，然后讲某一个野兽，所有人拢活伫一个真和谐的世界的中间，用同款的语言，毋是咱即阵会有的代志对无？咱若是讲台语，到华语场敢有所有人听有？无法度。哈巴呢？讲啥你敢知？客家话，哈巴。哇，连一个台湾语的语言拢听无啊！原住民搁较免讲吼，咱会当学一两句就感觉足厉害。也毋过，捌有即个经过，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拢讲同款的语言啊。然后，迄个历史的诗歌写到后壁，虽然所有人拢用同款的语言，也毋过。后来语言小可被改变，就发生一寡冲突。听有听无最要紧的吼，就亲像连我的名吼，台语要读了怪怪，我之前拢讲笑，讲乌派族就是讲乌，搁安怎？搁派。毋过你一个听吼，我真正无解释是乌派族，你想讲头拄听到啥嘛毋知吼。也毋过咱会当想象，当
腔口语言共款的时阵，检菜沟通会较顺利啦。检菜吼，创世纪11章第23，讲起当因往东边迁徙时，伫西乃地发现一片平原，就伫遐徛起。即个西乃地吼，其实就是巴比伦人的祖先。我头拄仔讲迄个苏美，苏美人开始的土地。现代中文译本直接就翻译啦，较简单，就直接来写巴比伦平原。咱若是认真想讲吼，这经文敢有写什么人山到东边？无啊，就一个鹰吼，鹰是啥？是鹰啊，是鹰。要毋过，鹰继续往东边迁徙，其实真有意思。咱若是倒转来看创世纪中间，当亚当夏娃被赶出爱甸园的时阵，上帝就伫东边来有守卫囥遐。然后该阮对上帝面前受赶出去的时阵，嘛是赶到东边的所在。只是大水了，人迁徙嘛继续往东边，真有意思吼。要毋过就是迄群人伫西乃地徛起，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拢认同即项代志。即个西乃地就是伫美索不达米亚。昨我要讲到进前甲高博士讨论吼，美索不达米亚。不要用台语念，念完没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西乃地就是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迄个苏美尔的所在。为虾米爱讲遮个？我毋知大家咧读故事，我相信巴别塔即个故事拢有印象啦吼。要毋过太爱要讲遮个一寡线索，互咱又看卖。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甲以色列、甲埃及会当去做的遮个材料无相像，所以就需要来解说一下。11章第3节，咱做伙来读，请因互相参详讲，来，咱就来做砖仔相头，因就用砖仔代替石头，用点仔架代替皮土。甲恁讲笑一下。我细汉的时阵，捌听过点仔架打着骹，吼！我从来毋知迄是啥，读着这我一直笑，害我准备讲到迄头脑内底一直唱迄个歌。你应该我安尼讲迄句，你嘛有吼？因为伫巴勒斯坦迄个地区吼，四界拢有石头啦，要毋过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无。因真正要起造的时阵，只好来做砖仔啦。若是真正想要用较坚固，免安尼无用半步的砖仔，着爱对伤远的所在搬来，安尼袂合，所以只好用烧砖仔的方法来准备起造。遮尔拍拼努力，因到底是要起啥？11章第4节。头前，咱做来读，请来，咱就来起城做塔顶烫天，这汉字嘛看无吼，烫天，恁台语较厚，拢知影意思吼。就是去足悬的。伫古早犹太有一个关系巴别塔的传说，讲起这样代志。因要起迄个塔的时阵，注重啥？注重迄个砖啊，超过人的性命，安怎形容？咱需要想象一下吼。迄个塔其实是较是金字塔的迄个形吼，所以就会较安尼慢慢塌起来。所以迄个塔起愈悬的时阵，爱开愈侪人，愈侪时间，对无？所以若是迄个砖啊吼，对顶头安尼落落来，应该大声天口的，要毋过。迄因为真正伤悬啊，若是足悬的所在，迄工人落落来安怎？无人看，无人注意啊。各个学家伫遐的遗址内底发现吼，就是古代人拢因三角组织吼会起一种叫做阶梯式庙塔，安尼一层一层起来，要来建筑起来。
往忙啥？往忙因的生命会当对迄个腿安尼行落来，接受因的限制。毋过迄个塔吼，虽然是金字塔的形吼，毋过中间是无啥物房间，无啥，无亲像金字塔是要待死人对无？啊，然后内底就是遐个土来做砖，啊，然后有土天花板，然后外口才铺迄个烧的砖仔。然后迄塔顶头是啥？就是生命的门啦，会通进入迄天庭的一口。然后迄个庙塔下面就是神庙安尼。考古学家安尼研究吼，讲即个巴别塔，才有可能就是甲迄个阶梯式神庙是同时型的。要毋过咱阁需要想象一下，迄个巴别塔阁较悬，为虾米？因为因要起的是当探天的塔。人亲像拢有一个愿望吼，讲哦，咱来愈起哩，无就是互生命愈落来，来接近咱。这个愿当面前线的百姓，为虾米要去做城，甲去做迄个塔？第十一章第40后半段，咱搁做迄个塔，请，互咱出名，才免咱四散伫全地。所以，遮个人要去遮个城甲塔，两个主要目的就写伫遮。第一项，互咱出名啦，出名好无？安尼讲无啥好回答，爱看个性对无？有诶讲哦，我的名太有人无知，毋知影。有诶讲千万毋通知影我的名对无？要毋过即群人愿望因诶名，互人会记起。咱去一个足了不起诶建筑物，人拢知影咱。要毋过咱若是回想一下，伫圣经中间，上帝敢有讲人出名无好？敢有安尼特别讲？敢若嘛无，甚至伫接续咱要看到阿伯拉罕上帝，互伊一个祝福，讲我要互你的名受敬重，这有意思哦。所以出名无出名，毋是问题，问题是啥？是因在想讲，咱爱的是啥物物件？巴别塔真正是足了不起的建筑物啊！人会当去安尼，迄个时代足厉害，足厉害。也毋过，因是要纪念家己，毋是纪念上帝的。咱是毋是嘛捌为家己起啥？讲敢有？有可能是厝呢，有可能是车，有可能是衫。因为我这米无效，这黑黑的。也毋过，遮个代志毋是毋对的。重点的是，咱是毋是用一寡物件来代替上帝伫咱生命中间迄个位置？咱在追求的到底是啥？另外一方面讲，哇，安尼才免咱四散伫全地。伫今日讲到头前开始，我先读到一寡经查讲吼，那爱子孙啊开始四散。到遮个人讲莫，咱无要分开。检采即群人有一种惊吓，因分散。上帝创造人的时阵，互咱的使命，创世纪第1章28节，写啥？做伙来读。着生炭加天真多，充满全地。上帝爱咱充满全地，才会充满上帝形象的人，有主的美善的人，爱充满全地。要毋过即群人讲毋通哦，咱爱去迄个城，去城的意思就是讲爱保护家己啊。咱有诶，咱去诶遐了不起诶塔。甲咱所有即摆有诶，爱保护掉，城去做就是即个目的嘛，吼。爱甲人隔离呢，因想要做，拢甲上帝互咱诶使命完全无共呢。即群人愿望引起诶，迄个亲像阶梯式塔庙，迄个塔生命会当落来。遮趣味是，野花真正落来啊！
11章第5章，做来读，请上主落来，被看世间人去做的声甲读。上主落来，这是拟人法吼。上帝无因为人来提供这个方法，感觉欢喜。敢听我意思？一般应受的方法就是，哇，我去迄个推，啊，啥物会当慢慢安尼落来，会当接受咱的限制嘛吼。所以上帝无看我人去安尼，互我较方便落来，无呢，无安尼欢喜。反倒因为因是用类似巴比伦因要去迄个庙塔的方法，感觉优先。有一个学者讲，其实上帝落来，就表示上帝是对迄个慈悲怜悯的宝座来闪往审判的宝座的上顶的讲法。而且人要去的迄个塔是当通天的，也毋过上帝竟然需要落来才看会见。咱人要做的到底是啥物？上主需要落来才看会到的。因想讲，哇，原了不起，我会当去遐悬的塔，也毋过上主爱落来。人类已经搬过迄个坎，上帝为着要保护人，伫伊的保守的下面，也毋过因外口行去啊。11章第6节，咱做伙来读，请上主讲，看咧，因是共一个民族，讲上一个语言，当因已经开始做即个事，以后因要做的，拢袂当甲伊阻挡。意思是啥？若是无甲因阻挡一个，以后啥物因拢敢做啊。所以上帝讲啥？第7节，来，咱落来去，拍乱因的语言，互因的话袂相通。上帝直接用这个方法，拍乱因的语言啊，来结束人要去迄个通天的塔，甲迄个城墙的计划。语言无通，就歹继续做工。也毋过将来有一天，咱会讲共款语言，三个字节伫上帝国度内底，会当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上帝。你敢知影？你敢相信？咱迄是无搁拍拼在追求咱的名声、地位、金钱遮的。先知西番雅安尼讲，所有人类要重新使用一款的语言是清气的语言，然后上帝会改变巴别塔，伊拍乱人语言迄个情景，咱做伙来读即节的圣经节，西番雅书3章9节，请。迄时我要洁净万民的喙唇，互因通求叫上主的名，同心一意服侍我。共款好无？无共好无？有时较相像的人，真紧就会当斗阵，对无？而且昨暗时9月祈祷会，咱敢知影？毋知的后个月第1礼拜拜六暗时，做伙来参与吼。迄时，咱要坐做伙啊，最后要分享祈祷的时阵，牧师讲，请咱找吼，你会当甲伊分享无阻碍的人。好，敢听有迄个意思？这个台语讲起来不太顺，就是分享不会有任何隐藏的人，好。刚才有可能毋是坐你边仔的人，结果我迄时偷偷讲笑讲啥，你敢知？我讲，若是吼，我袂当甲伊分享吼，我有可能就无坐伊边仔。了解我意思吼？若是这个人我看到伊，叫我闭起来，毋是话面章啊。若是我感觉我无啥欢喜甲伊斗阵，我甲会徛伊边仔啦。袂咧，咱人真自然就安尼了无？嘿，应该是啦。也毋过，迄时，咱搁到天顶的时阵，咱会当讲共款的语言，做伙同心来敬拜上帝。咱的焦点是在伫上帝呢，迄偌水的。
我真正足爱咱信歌队演戏吼，有够水的对吧？为虾米会当有遮水的声音？因担心啊，当然爱担心。要毋过，咱会当心拍伊来互神主无？当上主讲咱落来去来拍乱音的句话，上帝讲的话，真紧就实现啊！在1章第8节，上主就互因对遐分散伫全地，因就天光无起迄座城。是啦，人去做迄个城墙，想要维持家己有诶，甲别人隔开。要毋过上帝互人分散，无法度继续。咱需要理解，而且会记一要紧诶代志，就是任何诶群体、社会，若是超越上帝所设立诶界限，想要靠家己快乐来去做诶事，想要去到天定诶事，迄个结局只有分裂。咱若是做伙回顾第6节诶圣经节，上帝讲啥？因已经开始做即个事。以后因要做，拢袂当甲伊中断。咱看见诶，上帝作为毋若只有审判，上帝阁保存，保存啥？当上帝将亚当夏娃赶出爱丁诶时阵，一方面是甲因刑罚吼，另外一方面来保存因诶性命。该阮成就嘛是安尼，迄个记号，虽然伊遮有记号，该处罚爱流浪，要毋过伊性命互上帝保守。大水的故事嘛共款的，要毋过上帝看见即群人要做的代志，是对遮开始。若是无甲因阻挡，以后因会做啥？毋知啊。若是一群人三个组织，担心哦，足担心的。要毋过要做，却无合上帝心意，上帝只是会出手呢。亲像咱等者要唱的回应诗，祝上帝正手。我相信咱来信主，毋是因为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听会，对无？敢毋是？应该是袂啦，是因为上帝是恩满满吼。要毋过。若是这毋是合作生的时阵，历史的主宰，伊用伊的方法拍乱因的语言，就互因袂当继续做工。千万毋通白记，咱人无法度靠家己的快乐来得到拯救。在1章第9节，咱做伙来读。所以，迄个城叫做巴别，因为上主伫遐拍乱天下的古言。搁对遐互人分散伫全地。其实巴别这个字真有意思，若是伫巴比伦古言的意思，就是来到上生命的大门。要毋过希伯来文的巴别，却是拍乱的谐音。谐音，台语要安怎讲？谐音，好，我袂晓，恁听有就好，吼。所以，当人讲起巴别的时阵，是讲哇，阮会当去做迄个通到迄个天顶生命的所在。要毋过上帝来看的时阵，上帝拍乱因的语言的时阵，是讲恁遮的人啊，恁到底要做甚物啊？互上帝看做无欢喜呢？今日题目，咱敢有注意看到？起做 question mark 问题啊！当我咧准备讲道片的时候，一直想起做是好的代志无？因为听今日信息讲，毋敢随回答是好吼。若是无看这段，拢是好的啦。起做应该是好的，要毋过当咱当心起啥？就足要紧的啦，所以
规个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到十一章，哇！遮记载拢看见啥？人一直犯罪呢。打开始，一个家庭阿东夏娃无顺服上帝，规个家庭有暴力的代志出现，对无？然后人败坏，大水来，人愈做愈歹。然后即时所有来去巴别塔甲城的人犯的罪，代表一个正大的改变，是啥？因认无上帝啊，对上帝认知改甲毋知影人。因想要去的是模仿巴比伦要去的阶梯式庙台。亚瑟米勒伊有写一个剧作，叫做《推销员之死》哈。伊有写一个人，一生中间做一项足用心的代志，伊尽所有可以了来扮演，伊是一个真成功的人。安尼讲我无敢听有，就是装甲，无论是伊讲的话，伊的装塔，伊所有的，互人看起来，伊就是一个足成功的人，足努力，足拍拼，装甲安尼。也毋过行到伊人生的尾大的时阵，无法度继续假做伊就是一个真成功的人。迄时伊的囝发现，其实伊的老爸从来毋捌真正认捌家己。咱是毋是互咱家己装一个优秀，互人看见哇，足好诶，足水诶，安怎？巴比伦宗教用一个方法来塑造因的生命了不起。要毋过，若是注意来看、注意来想，其实因中间互相斗争的，无啥和平，而且遐生命真有限呢。要毋过，咱信靠的上帝是甚物款的？咱惊有好好认目。较像有影，我真爱咱诚信诗吼，真趣味。等下唱的迄22首，祝上帝正手。咱检彩会当讲较侪的赞助来看上帝的手，怎样伫咱中间做工。诗有意义的诗，诗温的诗，也毋过嘛有攻击的诗。什物时阵会攻击？嫉妒、贪婪、怨恨。自私自利、骄傲不义，上帝手就来啊！也毋过感谢主，伊的手埋扶持在一起。咱要怎样来起做？咱阁要来起做啥？是毋是当咱当时硬头前的时阵，结果主上帝正手来，只存攻击，因为咱爬起去，好好认捌咱的主。好好知影主互咱的使命，这是请咱当心来记得。今仔主上帝官需要倒转来到你头前，主帮掌管、夫妻院、灵命馆、好管会当挂转来到你的面前，定心来思想。助你创造管人的心意，真心做伙憔悴你伫馆中间所扛的使命，帮掌管好好来思想，馆会当怎样来起做？伫你的面前，恩献就恳求祈祷，奉主所祈祷圣尊名，阿门。回应诗。咱来吟回应诗。来吟第22首，祝上帝正手。
来吟全首，拢总有6节。会将请坐奉献，请引立方陈世颖之书。会将请起立。
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恩典的神，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得到祝福。今天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求你来悦纳，也希望这些金钱能用在你所喜悦的事工上面。求主能够保守教会及弟兄姐妹们的平安及丰盛。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报告大圣，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迄时我要洁净万民的嘴唇，互因通求叫上主的名，同心一意服侍我。示范雅书第3章第90请。迄时我要洁净万民的嘴唇，互因通求叫上主的名，同心一意服侍我。示范雅书3章90。迄时我要洁净万民的嘴唇，互因通求叫上主的名，同心一意服侍我。示范雅书3章第90。咱来看周报第1页。澳洲服侍人员，请大家来看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小组的聚会表。第2页。奉献的名册，请咱家己来看。消息报告第3页，本主日传道部会伫中午12点30分，伫701教室来召开，请部员甲会长来参加出席。后主日1月14号有1月份的定期中执会。伫第2场礼拜结束后召开，请各部将报告交予办公室来整理。会后岔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来参加。后主日12点30分，妇女团契伫后主日12点30分伫705室来聚会妇女团契。教会消息。好会手册的资料内容包括今年的组织计划，甲旧年的事工的报告，请各部会甲各团契完成了后交来办公室来整理。其他的消息，今仔日合作社理监事会伫中午12点30分伫702。教室来召开，请理事监事来出席参加。1月21号下午1点，伫4楼的礼拜堂，请会员来踊跃出席参加。来，请牧师来补充。大家平安。我今日较分段，无讲道。其实是今日少年团契有邀请我等一个爱主理少年团契。所以我就想讲，我毋望这个台语场甲华语场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听同一个信息，所以我就特别邀请我的太太来伫遮讲道，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真正做伙求叫上帝名，在医事，互咱生命有这个尊贵的身份，爱咱做伙去做的。是啥物会？求上帝帮助夫妻祝福。我即时来介绍，其实拢是老朋友，久无伫咱中间出现，总是拍算嘛，隔足久无伫咱中间啊吼。第1位是邱丽丽，是信如长老的妹妹，伊伫咱中间，咱欢迎伊转来到回娘家啦吼，转来到咱中间，好无？来拍拍欢迎。带落即3位拢是要转来投票的吼，真个后礼拜6，请咱一定爱来投票。
做基督徒，其实我不管咱投什么人啦吼，不要紧。做基督徒爱其实投票，除了是公民的责任以外，另外一个投票也是毋望上帝国会当伫咱中间。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爱投票，然后投票进前，请咱为着线落来台湾这个国家来祈祷，安尼就安尼就好吼。好，我莫阁讲啊吼。线来是吴凤叶长老、陈吴文长老娘甲牧师娘啦吼，因三位拢伫咱中间，陈萧碧珠牧师娘吼伫咱中间，请因三个拢徛起来好无？咱拍鼓啊，欢迎因伫咱中间。牧师娘应该倒来过来礼拜啊，就我知影应该倒来过来礼拜啊吼。总是愿上帝保守夫妻带领牧师娘伫即个疫情中间就受困伫台湾，差不多要2冬吼，差不多要2冬吼，无转去美国，等到迄时阵台湾有一阵疫情发生吼，所以会当世界游啦吼。我拄伫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来，所以迄时阵就熟悉牧师娘。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因转来投票，上时祝福因伫美国所生活以及出入拢通得到平安。吼，第二项代志要邀请咱大家，就是我拄仔已经讲过啊，就是伫后礼拜拜六的时阵，邀请咱为着台湾来祈祷。所以咱的投票上时是公民的责任以外，另外一个部分。咱有即个基督徒的身份，爱为着咱投票，甚至是当选的遮的领导者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扶持，互咱的台湾真正满有上帝特别的气力，特别是领导者。我相信每一遍拢真要紧，当然每一遍的情势拢无共。咱求上帝特别掌权伫台湾，咱所伫地的土地顶头，上尾我嘛来介绍应该是上尾一遍伫咱中间，先我对咱伊对后礼拜开始就要转去台南，所以吼伫咱中间已经现实一久啊，咱拢有听着伊的声音啦，总是拢无注意听着啦，所以等下请咱会当，因为后礼拜伊工课关系，就煞转去台南新兴教会的兄弟。所以，咱拍扑啊来欢迎伊，多谢伊是中间，愿上帝的声音，互咱赐互咱有伊的意义伫的，等咱伫迄个时阵所听见的声音，就会当听见上帝帮助咱伫遐祝福的声音。咱来吟圣诗394首，这是礼拜得要刷。会将车起立。
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深深感动，引带橄榄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别倒电乐。行平安地，耶稣听你，愿你平安。